这姑娘上做了那一点短文闻了老开心的呀！今次还是非常高兴。开店了，他肯定要唱，所以我同志肯定要唱。那让我先讲他两句。今次非常高兴，我们大球与中球上是高榜满座，也可以讲是无虚实。那么，而是呢，高部分的面对并非是我们平台的魅力无穷。所以，这个那个天，大家在勾得来碰撞。那么，而且爱唱呢，你听听我喉咙啊有点饿了，说听爱唱个平台了，真好得不得了。为点什么我觉着，搿唱我们这个民族文化也好，民族戏曲也好，真是重视。从领导到我们各位观众，谁唱我去看搿个七日3月天昆剧，还是你这看目，侪是年纪轻的观众，平台还是这个。说明个平台是现在大于谁都辣振兴，所以我喉咙哪位我们到最用两高的谁腔比较忙的上面你谁都里向要建设社区文化，所谓是新农村3年建设，
那么我到你两高里的农村啥地方嘛？上海监狱一进去一出，一天也有2难得了。监狱一下来，也过来得个好。有2个老妈妈听得这么认真的，不过常常来呢，听之外属于点眼瞪瞪。那我去问你，我说老妈妈，你听我来呢哈？说弟弟啊，侬常来到买马来，我是听不懂呀。你是要听吴家的，要听吴家的大概。那么我说，你问这来啊，你是不是得慢点，稍微通俗点？哎，搿2天了，11天说下来，狗子咋来的？所以搿2天分期。打电话打你司机的，哎，这2个弟弟妹妹哪能不来了？就我们也记得。那么来唱吧，是不要留分。今朝嘛，我不唱的，所以年数这么忙啊，我们有得唱了。搿单是个，搿个后运一个个王子了，150个呀，不能让你脱起来个呀。那么你边浪向个的。一个小伙在那里唱，在里蹭，让你稍微休息休息啊，唱几句新闻布局。认真。我今朝唱7只的来，今朝这位耍个戏嘛，真知他，我真知他是手通的经典不知老师，所以你到农村里也好，社区里也好，经常是真知他，老听众特别欢迎。那么今朝是真知他呢，我有点紧张，我真知他5位老师今朝全部到场，有个人带我，有个人后台，心里滴得得动。啊，这里都在鼓励我，你放度得实。你放心，现在难是来是比难紧张。是一位方亲新娘，2个老听众口气说明书说应错头。所以方亲新娘，落到了方亲新娘，哎，有个位师，各位师傅大师，你真知他的一大片子，神采我统治方亲还是有。我方亲一非统治，方亲自家觉着。哎呀，今朝我得给他来一桩事体是做错了，啥个事体？我拿佛门你们娘我了呢，娘好了，娘千里人我得襄阳，肯定了崇高。我拿佛门，你都是一样嘛用。干嘛上门吧？门边家佛大哥，娘我来问彩屏，哟，彩屏子，可以。我已经晓得要小人娘亲了。我一听彩屏子告诉我娘亲在于哪里，带我去磕头拜罪呀。太平妈妈现在是啊，我那困心子啊，想咱们娘个活路在，你不是那便当。可以，你也知道老太太的下落，
一个人都晓得的。总是一个人晓得的。哦，哪一个啊？请各位猜上一猜。叫我猜一猜。哎，问你家老姨。我家老姨她不晓得。问你家小姐。小姐她不明白。要么叫我去问有家。问你家夫人不认。夫人岳父不知道了。啊，我晓得了。这一个人嘛，谁是你猜评？谁？咦，小弟知道了嘛？再谁讲与你听了哇？啊，你还不晓得？哎，你是一个人呀？哪一个啊？咦，可以呀。你要问老太太的下落，容易呀，容易。好。再要去问老太太的儿子吧，你就晓得了。啊，问老太太的儿子，可夺命我的也是一耙子，那等我啊！老太太儿子不就是我啊？哼！不要问那个，你晓得吗？别讲，别晓得，两个人们别讲。哦哟，虽然俺们你不肯讲，今天嘛还要把的挨打落两洞海里。哦呀，姐姐。想小的儿真晓得要小人娘亲了，为请姐姐一命了吧呀！小家伙计未婚夫哭么？可心上带儿子呀！一的，姐姐，这娘在哪里呀？彩屏也这个来，眼睛根本来嘛，是小家不能给讲给。可现在是3年活了，到底哪情况分身？赖太太随便哪不能干受的？可总可分工呀，不能上当噶。小主人那出笔账吧，不要紧，喝得别家谁是吃亏，在我的这地方，别让你。姐姐，你一道去梦在哪里呀？在哪里呀？我要别的你付出心噶，不能上当啊！弟弟，这娘在哪里呀？在啊，在哪里嘛？女子不知道。哎呀，别家门开清，别他的这个位不晓得。搁那可拉为特美，小主的出笔账，定下3个办法要夸这个小主的来不及打理2年都别这一接就出来，啥个办法？哟，2个人呐，死夸不够，想到要死嘛，放进2张眼睛，4米拉行，行地上一行西外，非常没大去说这儿子了，一行革命跟定时定错，还是给定时定错的，不被谁定时，破啥子有啊没生事，真公给本狗去楼定住，姐姐，你够真不晓得。不知道。放心啊，放心！你抛开娘亲谁谁，我在书上到处被人说骂，不想知道，倒不如对我死了大忙正人本狗去到定日跟罪，嘿，上上去！也就说出来，和上上去吧。姐姐真呀！哎呀，有噶，不是我不肯讲呀。彩屏不许我说呀，这个都得应对不理。弟弟，姐姐，这娘在哪里嘛？这张纸对彩屏给的，一会儿也问你自己的呀。好，我有个小主的脚本，东家不够家，北西家西家的，你说法。彩屏姐，可以，为请你一命了吧。耶，这日你讲个不晓得，可小主的你等俺来，你大概讲谁身不晓得？你都看看呀，这米光也凶啊！哦哟，一杯就杯个，今天破啊！谁身不晓得？可以，你与我听了。赖太太送2份蛋糕给他，一声不晓得。东家送2份吃鸡这个，2声不晓得。每份我赖太太给不我，3声不晓得。先生，刚才有啥颜色么？拿出来看看。
我就哪个方请过他去嘛？我娘不可能不让吃的。我为主后头太平长贴将军部门乡里人告谁老说娘信我到襄阳去，肯定老身高。身高3路上户头我们来这些，娘晓得我们来背到自己，背要出来，南府出来嘿，背这个3句话的。然后娘你都不让出了几句说起来，他到那边出去啊，你在那边门背听听，看看里阿拉是千几呢，阿拉是样呢。非要紧，我娘老实的。是看，娘来抛着帽子的毛公司毛一毛，娘背出来。方清十三队里对阵两手兵们。母亲，这边也好得了呀，啥题哦？娘啊，哎，孩儿开起来呀。带请母亲出大，带儿口头亲哎呀！对的妈妈，心系我侄子，能个想不出，他了身啊把有来起要落里不，哪怕那活龙海乌山头海沟加海谁都是。可是我的去搞，那边浪下这两只呀？娘啊！老太太在里边呀！哎，母亲，哎，快去吃汤啊！娘啊，你快吃来呀！不要你动。母亲，娘啊，靠什么？方清常常来的是毛公司，小到雨水来，里向一点点回应我们，就说心里一受没不来，哈，内心的我娘真的不老实的，娘不老实的人带落得去的。我娘里头耍几也康龙不可不晓得，不可能两到眼里后了眼堂里，母亲娘啊！他是一位旧的娘亲愿一生，谁知后门生是黑，心呀我是功夫须举乃有灵，哪有我的娘亲上飞分。养的家儿后去来把娘心，娘不老子的人带落得去了。哎呦，我娘送分出些个油门啊，阿外半路上最错，我在半路上生病，啥人来服侍你？哎呀！他把那异性凑人相养大，他们非所谓千岁万世言，或许他中途给妈妈郎当兵。谁人说要请医生，或许他分是势力够娘恨，不如相见狗儿比登门，或许他听说孩儿中东头，他们放路那样可都问，或许他一语不开心都他们语文绵绵来起一笔，君
神。想我是不下如飞，真不下，而今到处麻烦亲。倘是娘有啥三长两度，我们那边不人高飞说啊，南方群公民口得能个重，你娘口得能个轻易。是我是少中加入后继手，当然是情是此情。我为呀走什么路，我什么根，谁什么走，谁什么我也挂不归人去放娘亲。娘真的有点傻，我不要别走，我为把杀当身上亲，我也替我心放我娘亲。姐姐呀，爹，他脊背蠕动，拿在手，深深做一别妻间。姐姐，你够真不晓得，唉，小弟啊，替要心放娘亲去了，招人得到送为相送，招人不到嘛，这对姐姐来生在起了。是你的罪责，对不住来对彩萍妈妈，谁是你不好？彩萍是现在非常大，真公呀，真公呀！不相信了，你现在送礼去，肯定做了那负罪。我要让他骗着吧，再来试试看。一的姐姐，这人娘亲一片相信，是女妓不送了。哎呀我要追，我总得将你也讲出来，我要追神女不讲，看上去娘是不老实的，鱼龙脊背一封，姐姐，小弟告辞了，忙正啊的。哎呀，彩萍也这个了，哎呀，到这里真公的呀，哎呀，现在是真的呢，哎呀，那个这样子，你个脾气呀，一追要3年多。等你办他才叫别欣赏我干，可是也觉得那么真心急。再出来嘛，指定想为了那海里呀，狗也没罪，狗也没罪，哎哇，还商量对。人妈妈们在起，你都老听白话，有话好商量，要被我娘个下落来的。好，家不立定，多身体在做，彩萍姐，真呀。哦哟，狗呀，好比是此你，你累不像累不起个事。哦。你这要把3年正宗正经，该是我家小姐，说定嘛，一定把老太太的下落讲与你听。好，嘿，我不得，啥地不肯讲，因为我一起3年，心色队伍，但是是真是假，你可吃不真。别样我先讲，可没别打。彩萍姐，说要去向我3年正宗正经，你只要把我娘亲的下落讲出来，我就告诉于你。好，哎，狗呀，此句不是讲话所在，好，一话嘛，到此里大再讲。好，请走，对，到此地至于到心境。好讲了，哎，人家分保定的路啊，手下来再讲。别说我了，谁去好讲了吧？哎，你这个阿吃了讲，把雨东几杯饭喝了
再讲。女同去北方，谁知他讲了？哥呀，你要问哪一个？这些主队来的，分老太太下落。有一个人得晓得的，没好老糊涂，一个人晓得的，哪一个啊？那你问老太太的儿子，你可举出那个垃圾都要不好那个数。分老太太下落，一个人晓得的。哪一个啊？谁是？我啊！在主里门口进来，晓得吃咱们的就是我，没好。谁是？你讲啊！哎呦，我们彩屏门口不精哇，不聪明哇！我谁刚刚不里听着？放清话头呀！非要晓得两个下落自家3年新人，身居不实。到底啊，彩屏想海的呀！来说讲，来他了那神啊，把云欧，这个3个字把云欧翻出来，顶多讲一个欧当的欧。那个要带人光不是真中心，我就不讲给你听。你去人啊，罗大招欧当去人啊，一只打开欧门，非也不是个轻易光干。说起来哈，我你得叫来玩，但欧当里来行娘，你得不到和尚当里去行叫个娘，啊是一轻易光，不灵。各爷，这个此事啊，都归你的不好。真是与怪我的不好啊！咦，哪不过你呢？狗日呀！你们没呀遇到，我们心不安。真知他，一人人伤心，一人他是傻非不是你不问。耍中听，凡妻细细悲作婚，风雨并中神虚牛，在当之中去把你心太太下路为非人讲起呀，一定是这样。带了黑大之中呢，老太太的下路来了哇！这小主的电视店唱子半日刚刚来了，哦，讲啊，狗日呀！在那上回走去上床会。之宝上，上午后话，下后手，这位郎娘为舅舅，对对妇女送龙头，他们
是对句句不不，恰恰的细细不，问他好名好姓好辛苦，今后千里实谁出？听风声时而暮，继而出，终而日，不是两头。正宗心，举前一的功名为非走过，沙丁丁下季不敌哦，原来如此。是啊，方清新娘大致就说倾听不到。从事业的角度，从听众的要求，是我们对这个计划还是一段距离。再有呢，有宋不离水师，83人黄河十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人流。谢谢两位老师，谢谢，讲得非常精彩，谢谢，好，谢谢二位。好，朋友们，我们把热烈掌声再给这两位老师，好不好？祝他们能够健康长寿，艺术长青。好，朋友们，我们这里呢是海上直播剧院节目。那么接下来呀，我们为您献上的是又一部经典。这部经典呢是被改编成多个剧种的曹禺的名剧《雷雨》。开篇嘛，这个任春同志肯定要唱，那么李然难得唱。这两位演员啦，你叫你拍水唱开篇，里头有点负担。你是难得唱，现在蛮欢喜唱的，那就请你唱。那么这一次呢，今朝各位来宾，我是要说明一下，你是刚刚昨日早上刚拿到非洲来，4月份带出来了，大礼拜子你听个诗。那么各位来宾是新写出来，是刚刚我先生杨老师写。8个辰光呢，两家里蛮矛盾，来源么和谐了。开头像泥巴在普通闲话，你什么普通闲话，平台讲顶顶好了，啊是。不晓得把子下来两个老师听说不来，都这样和谐在。根本是用啥个闲话呢？我想出来，我说来源两个主人公呢，侪是湖山人，所以用湖山话吧。不晓得一拔出来，味道不大对。那把一遍本听听听的，翻译啊！我跟你讲啊，我要走了。你讲什么子？你骗我了？你哪去的想那是？结果商量下来还是生出来吧。那么请任春同志来唱这两句。山里
最平，你是最普有个大儿子，还是最家的大山呀？照道理讲，让这个屋里应该既风光也体面，但是你呀，却十分迫切的想离开这个屋里，因为你要代表两个人，一个就是你个爷最普有，因为你个周子。所以这个屋里向每一分每一秒这个空气在显得十分的紧张，所以侬刚刚吃药这个一点点的小事体还要弄得大哭小喊大吵大闹，所以你想摆脱药的因子过自家的生活，你第二个要特别的就是大理有一头路人之情，那个黑幕翻译这个是一个娘里大夫起头开不出口的人。哎，今朝还去刚刚夜到自家讲叫自家到矿上去工作，水平上来得正好，那么呢好少让我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吧，抬头不安心暖谁安徽府中忙内谁一人之罪是天大，我一时冲动逼做了8年谁怕只怕东窗事发生人想，要欺人嘛犯人罪，耻辱家上取名恩lö因而放在一句父亲他将我到矿上工作夸夸嘴，还比娘吃飞龙与特狗病一生劝和时来大得我心君待在问语双足内言不内醉，谁定身躯地下了对翻译哎到罗大去我到矿上去是李家内去的，是的，为啥李的话那谁也听呢？因为你是一家之主，他也像是一出日晒难更改，家中是与他主旨与他罪，他是家中，他是家中一个大魔对，你哪可以是这样讲的？不做生来要罪。回来，我请你再说一声。哈，没啥闲话来讲吧。
难道我讲错了吗？刚刚吃药的情景，你已经侪看见的了。搿种日脚，你叫我难过，我心里的苦，你应该懂的。终日费劲。我人小在心快去，拨开痛楚再为须，那时只将心中难不泪，所以我也离此地相比此地，免得终朝相对回不去。我恰否悔，不以谁我不后悔，我从来不后悔过。你那个两天我不肯进来，你会不懂吗？我懂。我对不起冲弟弟，更对不起父亲，我心难受，我对不起你懂。哼！但是有一个人，你再对不起，你却轻轻的努力忘记了。啥人？是我。一下你最高机密，最高机密，写的都是靠谱。你写的啥？我单独最高已经18年了，这个18年来，各家人家的罪恶，我听见过。我看过，我自家做过，侪是这样的肮脏、卑鄙、无耻、阴险、狠毒。与萝莉长称得上天面，与萝莉已经见得了阳光。我得你讲，我做的事体我承认，不像很多最高的人做错事体，还推了把人家身上，还要搞错吓人。这个才是你到最高的天命。18年我进了居家门，
福利生。双眼睛，白玉是魔鬼当里神经，是个伪君子，是个伪书生，他是十足大计的来相神。不管他，你对你还是不错的。对我不错，对我不错，他把我当作家中的一杯水，以为我只有去可否令人问？你是夫人？哦，我是夫人，我是夫人。跟我大家问一句，既然我是夫人，你是罗达来的？我搿句闲话对周平来讲真的分心搿搭。你也晓得，自家的亲生娘没一天做过周伯玉的夫人，到底哪桩事体年纪小弄不清爽，一时对他讲不出闲话。我好在，别我了，我来讲不难听吧。这个是12年前头的七寨子最了讲给我听的，谁是李？一口翻译寄了手机上向一张痱子黄的照片。李，谁是那个亲娘？是一个清清白白的姑娘。那个呀，淫欲了你，欺骗了你。当你脑袋生下来之后，你就抛弃了你这个娘。那个亲生母亲对后死了。你是他是东擦起的私生子，是路中期他还死了你母亲。周平的指认微微叫对子一对，好像轻轻叫叫子一声，妈妈。我想呢，肯定不会忘记。谁了个该房间里，谁了个你压力？你轻口当我讲，你恨你，你希望你咋地死？谁是孩子灭人的谁？你儿女婿，你肯定分忘记的。这个是我年纪轻，一时冲动，讲个好话，不能当真的。那个什么呢？不能当
真？是啊。我本是落日飞沙。搿间房间里，你两家头的一切的一切，一个女人不能睡两男人的痴梦。我希望你不是一个痴情离心的非心生。好了，你为啥要你在讲的？你到底想哪？病，难道你就不能发展吗？什么的？还是你叫我等那个闷杀人的屋里吗？你既然晓得这个屋里向要闷杀人，你就恨多了心我一个子到了此地。你不学你讲这样闲话，你不要忘记，你是冲弟弟的母亲，你是最迫有个妻子。我不是，自从我拿我的性命、名誉交给你之后，我啥个侪不够了。你听哈，我不是你的母亲，我更不是最迫有的妻子。真的是疯了你呀！我也黑中天随君去，哪怕零落人影你作声，随国分身，我也该心。你也是鱼，我还也是鱼，你也醉，我还也醉。病，你打死我一打醉吧。死鱼？你这个家庭，我打你会有死鱼吗？事已至此，我劝你千方许，才能加肥。
他比，一只口子就是了手里，谁不如郎去身非，总以为迷途是非未能去，哪知道覆水容易却难去，一往之日你须的情，那是个伏笔的噩梦，把我心儿去大错之人，我对不起我的痛苦你非必想，我的心儿你不能留，即使你将我有我把你对，你将我骂我是情绪，你将我追我浮名誉，总难到那一江春水向东流，郁郁荡荡走一个谁狗儿我求你起放水，求你莫再去，你的把须是七把须，上我是有呀了马把身去，送君恩你是雨来，我已是雨。我希望可是当你讲个再一句，我们这个事情谁受了？我醉了。非议，看着追兵离去的背影，眼里花，一步一步走到西藏的门前，看见自家是一张苍白而又追问的面孔。那神奇离合白胡子，恩恩悠悠几时许，终为细心谁来插几句别别心意。
我不晓得你唱个两句，唱得来这个等你张学凌人结果带我去跑车。别别心意。那么到3岁，原来是为啥个事呢？是因为附送条例。我们西门庆，你们潘经理啊，我也西门庆，你也潘经理，我把相错一个字的。自是鸡对欲家破居人家，糊涂了，不带几条，风一支，李子一瓢，对对起了一口啊！我个大三啊，君上风度啊！你苍水飞开张，李子嘛飞贴在，学弟希望是那个嫩皮肤啊！哎呀，伤风感，哎呀，毛小兵啊！潘经理，可糊涂了，天子府对，夜夜光光，思君而游。可心里想，是不是啥个米的？那口里许诺花女意，孤女泪眉沉，奴家经历终身我家自负，上次一往见奴时候而且胸襟还长，你看呀，刚刚这样句子，邻居讲个2句闲话，哎呀难听啊！他是林荫说不起人话。
耍介绍，他们乖乖喊，李子们无一无，外头风动，别指望那个能皮肤啊！哼，智囊一摊，心里一摊。其实是我为什么了还？因为我生得别侄子了，咱不跟人家口技，所以弄我关杀了屋里。我也不是咋点了？哦，本来是个关杀了笼子里向，哎。我披萨开，非得开窗，我脸上也贴了起来。只见儿，妻也知谁做给老爷天。马上的贴上去，上头有一搭扎头，李子贴在上头，再来扎头，不会的再打下来。一个卷上去的辰光，带头一个呀，错卡子，上头多还一只满。哎呦，你这个多了，给那个李子扎不来着喂，后退。哦嘘，哦嘘，喵。我说但是他懒用嘛喂，他耍起来，非得不去我也去，哎，再不去老爷打脸啊哈！臣是了人，怪不是心花分离，到家即西门那群大官的人，听风雨们是欺压，是什么？自日记得介绍于一个标志个恩人我君不信，难道为美貌的女子磊落在违背不仁？今日里大古人一来服侍，待我到这自日记上，这么溜达溜达，这个啥人啊？西门群，西门群我属洋人，给他杨过有本来个地痞流氓出身，现在有神一笔，压在地里老辈，杨过用我们当中顶得像磨得两帮杀人不真诚的上顶天立地西门大文人。今下来做啥？你听你个闲话呢？不为好意。听朋友都讲啊，是说个知道高了一个标致个女人，我不相信。
今朝特地来看，你特地带子高来，大哥们来一口，这旁边破我门里，那旁边去门家，这自己本是穷神的口吻，哪里来什么娇娘？哎呀，大姑人，你上了身家的当了，你嗓子不能够当着。我们俩出去。好，身体在出，真要出去。风一吃，喵！哎呀！蒲经理个跟做过，后来嘛，忙正西门庆对浪讲，啪！这个去上不考的西门庆，痛，并非痛得不动气，说听做对没事，累不高，一下好对上，这个对绑不起就吃好对，什么呢？而是我大概他至少考已经3落子身高，为你做过当了个队了，咁嘞，砰，一口一根竹竿往下来，说呀，好人谁是大队，竟该做该人打在大姑人的腿上，然后看上去我一看。哎呀！一口嘛，都是李子里想一个女人的。哎呀，我们哪去得到这看个3万？我跟你说啊，这个女人风度不错啊。西门庆介绍，帽子抬一抬上，大哥嘞。虽让李子的理想加一个上头，实际上有那么个李子说它是作用的。西门庆，砰，啪，嘘，哈哈！蒲经理一下，刚刚不当心，做对斗志，大同是公龙人子，总到这里要发脾气，哎，介绍非得不发脾气。而且李丁子对自家的老妈为了谁？哎呦，带义气的呢！哎呀，我就真在那能个讲呀，吃到这个3万呢，不是吃口的，是得上地头啊，好口感，灭！女儿。理想是教授，谁是与有真帮良啊？对，只见他还小孩子吹不住，分明予以把我泪。水龙子金否意，我要私下功夫是女泪上衣某对花下我终日总归也风雨，我
我要你花人草把尽恩，推一口，待我没死来，儿媳风度实力好，高手好。你们对上帝的老口，吕那个破经理，还来对你忙呀？他是谁了云？是李居士，一说哎，这口气里眼瞪瞪盯那自家的那口，问里儿，不就非但。这货子面孔上下一人发烫，眼睛避开了个上后来那个目光。那么潘经理呀，你避开这么就非要回过头去对你口呀？难不来哟！女子本真，切莫非偏呀？哎呦，这个人上大也英俊啊，灯样高，而且你看呀，身上像这个一身衣裳，哎呀漂亮，丑水扎住，一对新银子扎不起高啊。经理，你哪老口干？有句老话叫“不识字为口，不识人更加口”。明明是流氓恶霸，立口起来，依照我的这手轻摇，一个都是这样过。几人们，西门庆的意识功夫特别好，一把手指一挪，我身上的力气收得勾勾人人。那么外加个潘经理呢，他一念之差。差到了地，这座根儿分明是掉给挑里挑出了大步来。西门庆一口。这个人非但风度不好，儿子大对我有意思，说他们爱人里看得出对我有心，干嘛呢？还留来，打你来谈谈，刘老忙我来，我对忙上去光复到闲话们，还留来，去手里一把手指，带着你，这根左头一点点，再对上头支持。引入，来打个么事？哎呀，我来是呀！
这么潘经理呀，一根做对能食几后，那是哪里去洗吧？这是也是跟这个公路人追他子，那真不是。嘿，介绍现在个潘经理真是听人说的是。其实你心里想还是想下去，所以好了，随着身体的附体浪向，来了，一家个听得出，我来，晓得那我来西门庆呐，身体大皮，我吕们那身体大皮，谁家西门庆？谁都是个登斗子好色者，你个浪向不要长身份，不要有身高。身体大皮，那等来了之后，大门跟谁？我讲，门一开，对外头一口门，只看见这根竹头滑了路当中，裙子一连，打外头，是。追到竹头边浪向，身体蹬得去三只这头，望准竹头的山山浪向。谁来么？围住身来也想追什么的？等你来之后呀，之后不当，谁知做的要办，没拿味当。黑了我来，说给儿，大在大孤人的头上，不来背着一身，进入哪了做给谁去？真正去此里打！哎呀！一下是一种打，竹头呆呆地老下，啪，可高兴天是天的嘞！人家让发猴子玩，哎呦，想想自个是不还？打通知人家就应该打一个战后，不说李豆腐里菜豆腐菜，谁知竹头马上谁呀追，个反光人家也管好啊！快点，两个打一个战后啊，背一个粉丝，好了，记住身体。大官人，方才仙女子一日不慎失落作给，打脸大官人，为王失罪。哎呀，好看呀，标志啊！只见他擦呀疯子。年能平定，蝙蝠上莫与财鬼水蛇，迷茫儿不都一枝开分。绿一位位八字眉，隐隐斗水八眉身，上身在一件飞色的肚袄，腰里像说一根七香色的后针，水里像挪一块香炉水泡，我身一条24上这个红针，看得魂飞魄散呀！真是哪里来的强气呀？是好口！哎呀，小的啥？小不及见地之意，与都是操成。宋人古代的女子有点身高柔的让人，一般的女人搿点裙还是也做看不出。西门庆的石牌长是长得这样，一本正经。过来，手指忙针对镜一插，帽子正一正，衣裳一脱。小娘子，神梦不起，高抬贵于谁？说给儿在大姑人的头上，是让轻轻间，棒子上一击，正三声语言，三声语音啊！呀，错！轰勇为力，大姑人之将，与理有量。哎呀！哎，哈哈哈哈哈！
条例者到此结束，请听。那么刚刚啊，就是在后台的时候呢，高博文还在跟我说，他说呢，其实介绍了他的4位恩师，还有一位老师啊，他希望我在这里呢要提一下，那就是呢以前跟姚老师一起演出的，我们大家非常喜爱的一位评弹艺术家。我想我不说，大家也应该知道是谁了，对吧？对，是郑英老师。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把他请到了我们的演播现场。非常荣幸呢，他要为了高博文的这个演出呢，要特意助兴为我们表演一段，让我们有热烈的掌声，有请郑老师。今朝我荣幸为大家唱一段《新莫来时》，请听。河水
当是郎。女子名道千里走，送儿子为故乡。分女嘞，吃过新娘不家，姐姐问妹嘞，当我离红烛啊，姐弟问姐嘞，婚后风有光，梦大虎像只羊一枪。失去啥密码？开我东国门，送我西国上，推我主日吧，让我去市场当窗里援兵，对金铁花碗。哎下出门，行后步，后步其他寻经人还东营一日雨在不须将军谁是女儿？不让七公收藏，七公收藏，彩的风。一曲悲歌，一曲悲歌，句句句句动。落雨生去大妇女，今世了两人用，应是染得东风，十分明日都送袭人北门风，以至于老爷纷飞，可惜
动。原来痛，落雨时雨又三山水色。拍子拍，松斗山是风，归去来意。为狗头地面相遇在深幽中，大屋子心事凄凄说，一日头上红不在府里不在空，有一妇一女，双羽细细红，风口内红，报匆匆。错愕之间问不起，待听耳边呼相公，相公啊，下起名我来送酒。送聘着女孩红，心虽是粉霞红，小姐又必从中。相公啊，粉霞姐不是粉丝巾，为什么你在家人寄一封？是人么是把你
之后再相逢。为什么3年之约改成了8年后？分明是母亲心狠，狗与兄，你为我爱我，非爱我，将我伏地可是用。心在这肉后中，风起走，烟叶中。利用彩带对苍穹，妩媚两字成全你刻骨铭心，是谁兄此恨密密，此恨密密。这个娘子没困醒啊！弄啥呢？可不，你啥天弄做啥？今朝我口技啊，那个做生意。我参加演唱会了，因为我上午了好参加演唱会了。太激动，声音没了。哦，我晓得了，激动，参加演唱会老激动的。那么我侬不要激动，好好叫这个调理，好好叫听医生闲话去治疗。那么听中闲话的去看毛病。哎呦，清本的用得不少。打针千万不要去讲药，养啥用上去了？人参、蜂豆、冬虫夏草、白木耳、鸦片，鸦片没吃。总之一切有效果嘛，侪用进去了。所以今朝有个那个效果，所以真的非常了不起。因为个新牛肉出来之后呢，总归有眼这样我那样的笑话不大讲讲的。这个笑话了，一个人参鸡当中是老美好。我本人也有个，真的平常我讲上天呢，老早我刚出来的话，伊70年间忙个小皮长。这个卖相老好，肚皮没干头。肚皮没了。刚刚为好经济过了我前头，让我后头改改。后来讲他上来披肚皮啊。有人给你垫底了是吧？是啊。这个我背小皮匠，70年间忙个出来有个亮相，老好看。刘妈问我了，侬是啥人？小子，你听好了，我就是白龙堂96号门牌70号家房客之一，客堂背后灶盖门口楼梯阁楼上的小皮匠。那么后来有一天一出，你个观众王志刚今朝有领导来看了，来我骨头轻了，紧张了。领导来看，对一个心情一样的呀。哎呦，专家领导来看，心里担心了。没上去特别麻烦。同样句话，楼梯阁楼上的小皮匠一看不得了，裤大帮头。为好我这个人聪明，来找我吧。科子领导总算没这样想。我想，那总归没人看见，不叫观众眼睛来得及。后台工作人员比观众眼睛还近，跑进去一个服务员跑过来了，来管后台个小姑娘，王志刚，也是苏北上海人是吧？
完这个能来了穿女人家裤子个啦？要还是说我们穿女人裤子？哎呦，打我们看见了，我看老清爽，红的有花的。这个人到现在了后头，我看见吓得倒来不及。露底了。所以每个演员的存在是非常不容易的。是的，是的。所以今朝有介许多观众来捧场，我真的感到非常高兴。请各位在座的领导、专家朋友伸出侬珍贵的金巴掌、银巴掌、多拍拍巴掌，为我们的高部分叫好鼓劲。谢谢。好，谢谢王老师，精彩啊，非常精彩。那么我想呢，现在呢，我们还是不用多说了。下面呢，我们还是把期待的目光投向舞台，一起来欣赏高博文为我们带来的精彩演出，好不好？念珠翠冠，人话宾恩，比天是水远对船，死亡时悲泣泪恨深意间。后
心如炬。送两人恩，所以心。接下来呢，我们要欣赏的呢是高博文为我们带来的，一首载歌载舞的《道情》，让我们一起来欣赏。缘起时来，繁星滴滴光彩来，红彩缤纷一生辉。相如斗银彩，倾打了多少次缘，一声声交续成灾。
谢谢。好了，观众朋友，在非常动听的一曲道情结束之后呢，我们今天所有的节目呢也到此结束了。那么在这儿呢，我们要感谢观众朋友们给予高博文的这个演出所有的热烈的掌声，让我们把再热烈的掌声。